大家好啊！咁今日咧又贏嘅，咁你哋睇翻啦，好冇？今日唔好話我馬後炮喎嚇，咁你哋去睇翻好冇？嗱，其實咧我而家尾場未派彩嘅，我已經俾你哋睇啦嚇。嗱咁睇嚟埋呢啲咧，呢啲係我個神操評述嘅總結。上一次都係後尾喺第二個頻道俾你喺第二嗰條片都啱啱撞啱俾你睇到，都仲好多噶啦。知道穩勝啦，揾得寶寶啦，燭光晚餐啦，星神千歲啦，粵港之區，福星小子好似拍，我俾得多咧就中 T 噶啦嚇。咁另外呢個咧就係講 F， 即係講嗰啲落飛嗰啲，即係晏晝落飛嗰啲咧，即係唔係話好穩定嘅。一晏晝嗰啲咧就即係有啲即係唔夠飛嘅嚇。嗱，OK，好啦，今日呢度好啦，第一場嗱呢度咧就第一場啊，交投比較淡靜，行圈最靚嗰幾匹馬就係本之友、駕勢奇葩、夢照發、香港精神同埋開心三多。咁呢一場又話臨場落飛落到亂晒龍啦，又或者第五班其實好惡搞。咁我咧就係俾咗呢一個睇下先啦，1239啊，1239。咁呢度係跑1239，一係 win 啦，二號係跑第三嚇，我冇4號咧，即係嗰4隻，但係呢度係有喎。呢度冇1喎，最後尾咁其實呢場我自己中，因為我穿晒佢啊嘛，但我馬得好細嘅啫。嗱，開跑前5分鐘知道穩勝。嗱，呢個又 UFO 啦，雖然佢熱啫嚇，係咪啊？又話我啲 UFO 唔得，已經好多次到成個月我開俾你睇都係得嘅喎嚇，買咗16萬啊嘛嚇，咁咪 win 咗咯嚇。咁咧就睇下先，呢一場咧就係跑3號、12號跑第3，9號跑第2。好 OK T 又3重彩 OK。跟住嗰場第3場範圍縮到好窄，見到可靠大師。睇下先啊，第3場跑咩？星雲笑着，星雲笑着，可靠大師。OK 咁咧就睇下先，4腳蛇係1號，見到臨場1號中埋嗰隻1。好 OK， 開心三寶啊嘛。好啦，跟住第4場爆出美麗真叻仔。嗱，呢場唔中因為呢場6、12咧就不分別落飛啊，咁淨係6號 win 嘅啫就冇隻12，咁咧就困唔中條 Q 啊就係咁啦好啦，跟住第五場咧，第五場即係6號跑第4啊。
第五場6號買咗21萬 pace， 4隻買影相輸，不過我冇賭呢隻喎嚇，因為6號後尾我唔要嚇，咁樣咧就呢一場係12呢場中位置啫，我冇要隻1臨場，但係我原本嗰隻6號咧跑嚟4，我以為6號影贏我隻3嘅嚇。好啦，咁啊跟住呢度講翻啦，6號唔係12檔就贏緊啊！今日奧爾文隻3號咁樣都贏唔到，跑嚟3嚇。好啦，第6號唔係第6場，王者有利偷步買咗拖1同6啊！王者有利拖1同6，我呢場跑5喎。嗱，我都有俾馬達噶臨場嚇，王者有利嚇，就係咁啦嚇。呢場就係咁啦，跟住第7場未派彩，星神千歲19買咗 Q， 第7場嘅嚇，但佢冇星神千歲就跑第2啦。嗱，都係踏雪尋梅啊！星神千里啦嚇。咁我臨場咧就話不如要隻6啦咁樣，6號啦攞錯位啊！咁呢度都係星神千歲踏雪尋梅啦嚇。好啦，跟住最精彩嘅第8場，一場搞掂晒。第8場過磅之後，第8場見到有7啊！我後尾就買咗7 win 嘅嚇，7號咁咧就第7場7號排12檔都咁搏命啊！一場爆廠啦嚇，跟住第8場就我話咗有100隻馬落飛啦嚇，其實都係呢幾隻拍啦，咪都係呢幾隻馬啦，好似拍啊，粵港之區啊，宜昌光輝跑第4啊，福星小子啊跑第3，咁啊大致上係咁啦嚇。咁啊如果要入會咧就53002997，換密碼88。咁係我會嗰啲人都知道，我係即係對隻靈燈係非常之睇好嘅，因為佢排咗12檔嚇。咁啊係咁多啦，好冇？嗱，今日又贏㗎，拜拜。